靚到真係啲汁，大家見到汁流晒落嚟。哇！你成隻上嘅燒雞有冇見過？Angkor 冇得拖，呢次帶大家嚟到一個村入邊嘅大排檔，聽講呢度嘅燒雞超級出名，而且佢有一個所有農莊非常好食嘅先決條件，佢就係響高速隔離啊！這你受得了嗎？呢啲咪係大排檔嘅環境咯。哇！你成隻上嘅燒雞有冇見過啊？燒雞嗱嗱淋啊！撕開燒雞睇到啲雞汁叭叭聲咁流，冇人可以拒絕到呢一幕啊！哇，都未見過咁靚嘅雞髀啊！唔好同我爭啊，你哋。Nice。撕開熱辣辣嘅雞髀，第一時間肯定係食咗先啦。超級嫩滑，隻雞入邊仲帶住少少嘅鹹味。焦糖色嘅雞皮同埋嫩滑嘅雞肉，一啖咬落去爆晒汁啊！ Sorry， 今日冇得粉絲食先，頭先嗰個雞髀太正啦，嗱，隻雞俾你食先。記得叫老闆娘唔好斬件啊，自己撕開先可以食到燒雞嘅原汁原味啊嘛。隻雞翼俾你食先啦，好香！一新鮮出爐嘅燒雞，就係佢啲皮已經殺晒所有你出邊點外賣嗰啲燒雞啦，已經係你唔係真正農莊你都食唔到。睇佢雞胸，你睇下呢個雞胸肉嘅感覺，其實都係好嫩，一啲都唔柴。最後一塊皮都唔放過啊！其他餸就麻麻地啦，但係份量就超級大。如果鍾意食燒雞嘅朋友，其實可以收藏起身，我會再嚟噶。今日係食到停唔到口嘅一日啊！呢次真冇甩拖啦，下次再會。